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坦平树。今天是2025年11月21号。這一期啊，咱們聊一聊就業，聊一聊降薪，聊一聊裁員，聊一聊這個冬天啊，對牛馬、對打工人來說啊，似乎更加不友好。前不久啊，鳳凰網刊登了一篇報道，主要是講這個直播電商啊，電商目前一個狀況，講的是杭州啊這個過氣網紅城市，它的標題叫杭州網紅大撤退，下墜的電商，過剩的人。大家或許還知道吧，這個杭州有一個著名的這個電商大廈叫丽晶國際啊，那裡面都是一間一间的小的那個直播間啊，我沒有去過啊，但是我看過網上很多视頻和報道，據說那地方现在啊，已經沒有幾年前那麼繁忙，那樣這個擁擠。鳳凰網就從這兒開始，他說啊，11月初杭州蕭山麗晶國際，這是一棟近30萬平米的超大單體建築，也是中國網紅直播行業的象徵。媒體如此形容它曾經的盛況，活躍着近2萬名主播和打工人，創下的 GDP 相當於一個鎮，無數初入行的年輕人把它當作航漂第一站。這個讓我想起了啊，北京啊有個小區叫北京像素，那個地方也挺邪性的，就有點類似於這個麗晶國際啊。麗晶國際是直播電商聚集地，那個北京像素好像是，但是现在已经变了啊！以前是演员，就是那些青年演员，还没出道的演员，他们的聚集地。正值2025年双11如火如荼之際啊，這個符號性建築卻顯得有些冷清。早上10點等電梯的人不多，不復鼎盛時期擠到等10分鐘也是常事的景象，也就是連坐電梯啊都已經不擠了。出入的住戶衣着入時，多牽着狗，言語間很少談論直播數據或銷量，也就是這裡面還住着人啊，那這些人恐怕都不是從事電商直播了。早些年網紅都住這邊，一位房產中介介紹啊，說現在住的也有，但主要是做個人拍攝，沒有大型直播間了。麗晶國際的 loft 戶型能3住2用，上樓睡覺，下樓直播。2019年前曾是四季青服裝檔口老闆們的首選啊。那個北京像素啊也是 loft 啊，那就跟這個麗晶國際是差不多的。現在房東的日子也不好過，一居室的租金從3000多降到了2000出頭。即便如此，還有房東在網上發問，空了1個多月了，為什麼今年這麼難租？據麗晶樓下的房屋出租告示牌顯示，至少有50套房源空房以待，正在登記招租。而在安居客上，這一數字是147套。這個網紅樓盤的沉寂似乎見證了一個時代的隕落。沒錯啊，這個麗晶國際啊，實際上就代表了這個杭州直播界一些變化，對吧？過去4、5年裡面，那是人潮人往，是吧？川流不息啊。現在也不能說人去樓空吧，至少很多地方已經空了。這樣的退潮不止於麗晶國際。今年4月，新選從杭州濱江撤離，撤回廣州。曾經燈火通明的海威中心3號樓已人去樓空，樓下的星巴克也因失去客源關門。港澳豪門的向太也退租了在濱江花重金打造的辦公樓智慧之門。瘋狂小楊哥則在同一時間離開了濱江的博地中心。杭州寫字樓空置率在今年第2季度創歷史新高，達到了27.7%。這一切啊，實際上都影響了杭州的房價。所以你看，杭州的房價在補跌，這也是情理之中啊。於是這一年坊間盛傳杭州網紅正在大撤退。的確，直播的淘金時代過去了，伴隨着直播間流量和銷量下滑，主播們的收入也在集體縮水。那些自認以命換錢，但月入3萬愈發困難的人們正在考慮轉行。電商老闆們也被套牢在巨額庫存和居高不下的退貨率上，渴望天降流量起死回生。双11前落地的電商稅更是可能成為壓死刷單玩家的最後一根稻草。與此同時啊，還有源源不斷的應屆生主播們湧入，接受越來越低的薪資，行業也越來越捲了。但我們接觸的4位直播從業人員，無論前主播還是策劃、運營、商務，他們堅持認為杭州仍是直播行業的天花板，留在這裡繼續做網紅直播或是周邊工作仍然是不錯的選擇。於是兜兜轉轉，不少人還是決定留在這座城市，繼續尋覓下一個風口。他這個話說的還是很有道理的啊。也就是說，雖然直播不行了，但是你又能幹什麼呢？哪個行業又行呢？所以很多人咬咬牙，雖然這個工資低了，收入低了，還在堅持幹直播，只不過啊，搬到了這個成本更低的地方。你只要還想
想幹直播，那杭州啊，对很多牛马来說还是一个比较不錯的選擇。但是這個難改啊，這個直播行業內卷，對吧？走下坡路的這麼一個大勢啊。這個鳳凰網報道啊，他說啊，李文在杭州的頭部 MCN 機構遙望科技做直播策劃。他說我們公司所有主播不管能力怎麼樣，看上去都是美女，是介於普通人和明星之間那一層的人。在杭州努力很重要，但顏值是門檻。後來他去了廣州，他感覺廣州主播更像是你的朋友、你的同事，普通人努力也能當主播，對於顏值沒有那麼高的要求。這個劉慧啊，3年前做主播的朋友介紹他來杭州，說這裡賺得多。大學畢業後，劉慧在長沙做了3年綜藝後期，一開始是零工資，每月只有餐補300元，那幾年只吃到了苦，錢根本沒有賺到。後來他把杭州稱作改命的城市。來杭州後啊，他在新選做短視頻剪輯。今年4月份，他跟着公司搬去了廣州，之後部門裁員，他所在的那層樓連同保潔阿姨所有人都被裁了。他沒有多想，很快搬回了杭州。同樣的剪輯崗位，廣州的工資至少要比杭州少3000塊錢。這個說明啊，年輕人為什麼現在往杭州跑，不往廣州跑啊？廣州沒落的原因吧，對吧？年輕人跑那去找不到工作啊，找到工作工資也低。劉慧老家在遼寧瀋陽，背井離鄉的唯一目的是掙錢。我可能工作到35歲左右，賺到目標的錢就回家養老。在東北，以大連舉例，編拍剪全做，就是做短視頻剪輯啊，工資可能也就2400元左右。但在杭州，28歲的他可以輕鬆月入過萬。哎，在杭州幹視頻剪輯啊，工資就是1萬塊。大連只有2400，那2400那活着都困難呢。過去7年，在杭州濱江，許多年輕人抱着和劉慧相似，渴望改命的心態。劉慧的主播朋友2021年來到杭州，那時候直播電商行業還在迅速發展，只要願意做，沒經驗的小白也有工作機會，靠打工3-4年攢夠100萬沒問題。在短視頻平台上靠自己的能力買寶馬、小米SU7也是最時髦的大女主人生。李文還記得啊，說他2022年剛來杭州，公司還在大量擴招直播方面的人才，共計1400多名員工，1200多人都在直播團隊。做直播的人來自各行各業，有做綜藝的，有做品牌的，也有像他這樣原來在北京從事音樂行業的。來杭州後，他覺得生活比北京趕多了，一整個月他都在加班，凌晨2點下班，早上10點又出門上班，忙起來大小周都沒有。可能大家都急着在年輕的時候把錢賺了。他說啊，當時一個月拿2-3萬的人很多，普通人憑本事拿到高工資，大家都很有衝勁。直播間，李文每天都在面對金錢數字的衝擊。剛入行的時候啊，一晚上成交額100萬，讓他覺得很誇張。時間久了，賣1000萬也很難讓他感到興奮。在這種搞錢的氛圍下，每年618、雙11，甚至團建，公司都會組織團隊去西湖靈隱寺財神廟拜一拜。杭州人賺錢的嗅覺是非常敏感的。李文說啊，他們喜歡交流，也敢做。李文的老闆遙望科技的 CEO 在2018年看到了直播電商的商機。這一年，散打哥在快手直播10小時帶貨1.6億，在淘寶啊嶄露頭角的李佳琦成功出圈。實際上，2025年這一切都變了啊！直播電商經過這個6-7年野蠻生長，早就已經不復當年的榮光啊！現在面臨直播電商的更多的是賠錢、退貨、處罰、補稅。別的不說啊，你就從小楊哥對吧？從辛巴這些人紛紛退出，從這個什麼很多這個頭部網紅啊被處罰賣假貨嗎？還有這個偷稅漏稅。實際上看到啊，這個直播電商這行業已經到頭了，現在正在走上下坡路啊。頭部主播啊都是這樣，小主播那更是3瓜2棗的，處於一個餓不死的一個狀態。今年劉慧的主播朋友打算回東北老家，等租的房子到期就走。他太累了，行情也不好，一直在降薪。過去他時薪160元，一天播4小時，賺500-600塊沒問題。現在主播太多，時薪腰斬到80元都有人搶着幹，也就是降薪1半啊。航漂3年的陳鑫則已經在年初回到了山東老家。臨走前，他觀察到 B 級以下的主播都不是很好找工作了。在主播行業， B 級主播指時薪300元以下的普通主播，
可替代性很強，在那种单品直播间背熟了话术，加上一些镜头表现力，就很容易上手。现在大批量廉价大学生涌入直播行业，淘汰掉了这些主播。他说啊，一些新人主播还面临公司给低薪却要求播6小时的情况，我觉得纯属是招黑奴，不把主播当人了。但 S 级主播时薪在500元以上，能跨多品类，有控场能力的，还有生存空间。也就是说，你这主播真要有能力的，那还是能找到工作。这个陈欣彤啊说啊，2023年来杭州时，他的第一份主播工作是卖女装，底薪8000元，无提成。之后1年多，他换了5家公司，底薪递涨。到最後一份工作旺季時，他1個月已經能賺10多萬了。臨走前，我是不缺市場的，但身體真的受不了了。那這個主播實際上也是拿身體換錢呢。在杭州，他的工作節奏通常是這樣：上班播女裝，穿高跟鞋，每場過100-200件衣服，復盤下班，每天4小時，播了半年。有段時間他感覺自己已經虛得快死了。這個播女裝啊也不那麼輕鬆啊，4個小時要賣100-200件衣服啊，就是每個都要介紹嘛。這個殘酷到什麼程度呢？說啊，審問犯人的時候啊，有一種刑法，在犯人面前照一排燈，用強光刺激他，然後一步一步逼問他，直到他崩潰為止。他說主播面臨的就是這樣的情形，直播需要你時刻保持高亢奮、高緊張的狀態。你只要幹這行，你不可能不焦慮。開播時，他的時刻關注流量曲線圖，掉量了怎麼辦？要不要上福利款？流量其實就是賽馬機制啊。同時段開播的同類型主播可能有10多個，就看誰的數據做得好。他告訴鳳凰網啊，讓他感到恐怖的是，流量曲線圖某種程度上和自己的活躍度是同步的。通常陳欣彤會在開播前喝杯咖啡，播到2個半小時，他一進入疲憊期，流量圖就開始掉量，這個時候他必須喝杯奶茶，被咖啡因一刺激，回到亢奮狀態，流量才能拉起來。長此以往，陳欣彤睡眠成了問題，整宿睡不着。除了流量焦慮，容貌焦慮也是懸在主播心頭的箭。做帶貨主播之前，陳欣彤做過幾年遊戲陪玩和語音主播，都不用露臉。後來他短暫做過一陣子唱歌主播，小火了一下，簽約的 MCN 公司讓他露臉。我當時臉長得肉，有嬰兒肥，五官扁平，不適合上鏡，可能現實中算小漂亮，但鏡頭裡絕對談不上好看，非常焦慮。為了做主播啊，為了上鏡，他先是去割了雙眼皮，後來又去做了鼻子，自認被整容醫院坑了11萬。開始雙眼皮做得挺自然，但他不滿意，重做，2次修復後天都塌了，跟鬼一樣。有半年時間他沒有照過鏡子，撐到了去年9月，陳欣彤的身體徹底垮了，也氣血兩虛啊，說話說1-2小時就喘不上氣，播不到3小時雙腿發軟，站不住了。過去他看過中醫，醫生建議他要麼換工作，要麼別播晚產，不然到了40歲這身體沒法要了。從那以後他開始惜命。陳欣彤算了一筆賬，按照現在市場行情，1年到頭除了2-3個月旺季，大多數時候1個月的收入是3-5萬，聽着很多，但刨除他每月1.5萬的生活成本，1個月撐死攢2萬，1年下來就是24萬。這年頭24萬，你是能買車還是能買房？我覺得這24萬跟我的身體健康快樂相比，真的沒有可比性。賺錢無法讓他持續興奮，相反他會陷入迷茫，就像一個沒有感情賺錢機器，不知道生活的意義到底是什麼。圈裡有名氣的頭部主播啊，一場直播淘寶、抖音、小紅書3個平台加起來能賣300萬左右，但他們每天要播6到8小時。成為大主播需要天時地利人和，陳欣彤評估了一下，這條路太難走了，所以這個陳欣彤啊選擇了退出主播行業。哎，當然了，這個鳳凰網採訪啊，就是只是介紹這個陳欣彤這個人，以他為例啊，就是一個主播是怎麼走上主播這條路的，怎麼退出的，對吧？幹主播這個最後得到的是什麼？為什麼幹不下去了？那有人就說了，那主播是這樣子，那幹電商老板是不是好一點呢？鳳凰網說啊，還是這個陳欣彤啊，決定不幹主播以後啊，換了個賽道，做了1個月主播經紀人。他發現老板們也不好做了。拿他的最後一份工作舉例，說老板自己選品備貨，雖然每場能賣幾十萬的銷售額，看起來好像挺唬人的，但是他庫存積壓是巨大的，手裡壓了2000萬的貨。這些年女裝退貨率高居不下，女裝退貨率高達80%以上，老板的錢都壓到貨上了。最近大家刷短視頻應該能看到啊，現在很多賣
女裝的那個標籤啊都是加大的。為什麼呢？就是好多女生啊買了那個女裝之後啊，她標籤不減，然後穿着出去拍照出去玩，然後不是7天无理由退貨嘛，对吧？到了第5天或者什麼時候把衣服一脫，再塞到这個袋子裡面給退貨寄回去，反正他就穿幾天，天天都有新的。所以這個商家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，把那標籤做得特別大，你穿着出去那標籤恨不得比一張 A4 紙還大，你就沒法穿了。就是女裝退貨率高到這樣，團隊已經把利潤空間壓到很薄，還是不斷有同行用更便宜的價格來卷。今天出現一個女裝爆款，立馬就有對家把樣衣買回去，換個便宜些的布料，等比例的抄。有些扛不住資金壓力的老板直接倒閉，大量清出尾貨，這甚至也成了另一些人的商機。我們之前有一個对家專門收尾貨，他的衣服按斤收，在直播間賣19.9塊，你怎麼跟他卷？更令老板們難熬的是電商稅。今年雙11以後，單筆利潤只有幾毛錢的刷單商家，靠投流換取高流水的付費玩家都要交稅了，就是電商玩法也變了。現在啊，投流不是等比例的啊，就是稅啊。一般的不要扣稅的時候，你的營業額把你的成本扣掉，你投流也是成本啊。所以很多電商就把自己投流那個數字做得好大，這樣他賺的錢少啊，交的稅少。但實際上現在已經人家稅務部門都規定了啊，你的投流成本不能超過多少，10%或者15%，這個數我不記得啊，是一個比例的，不是你想寫多少是多少。你今年營業額是1個億，那你投流的這個成本就不能超過1000萬，封頂了，超過1萬也只能按1000萬算。那你說很多電商就直接就倒閉吧，老板都不賺錢，那怎麼可能給主播給那些幕後的吧，剪視頻的對吧，那些其他的人員開高薪呢？即便能開出高薪的，那要求的 KPI 就高啊，對吧？條件就高啊。能開出高薪的老板對主播的要求也更高。現在項目壓力大，資金也緊張，老板們都很焦慮。大多數老板渴望的是，我可以給你高薪，但是你過來之後，你能帶我們起死回生。什麼意思呢？你來了之后，你能首先把我的庫存全賣掉，庫存就是錢啊，賣不掉那老板就關門。你先把它賣出去。有很多人恐怕沒做過生意，沒這概念，就是你買回來的錢，對吧？那個貨錢就變成貨了。這個貨你必須賣掉，不管你是賺錢還是賠錢，必須賣掉，你才有錢回來。如果你賣不掉，那你就倒閉吧。這庫存啊，就是跟房地產是一個道理啊。房子賣不掉，開發商暴雷，那老板請你的主播來，是希望你把它庫存的清掉啊，清掉之後你還要賣爆款，對吧？還得，然后老板又得去进更多的貨来，要不然他怎麼賺錢呢？那這個當然很難了啊。最後鳳凰網說啊，過剩的人下墜的行業，說的就是電商直播啊。除了貨品過剩，更殘酷的是人大概也過剩了。前面主要介紹電商行業啊，主播對吧？老板，下面再介紹就是這個行業的人過剩。杭州政府的人才補貼吸引了大量外地人才，應屆畢業生能得到1到10萬不等的生活補貼，和3年內每年1萬的租房補貼。工作第1年，麗麗也拿到了綜合1萬元的補貼。她直言，當時留在杭州也是奔着補貼去的。不過很快，麗麗感受到這個政策的另一面影響。有些公司想着，既然你能拿到補貼，就會在工資上壓低一點，而且再低的工資你不幹，有的是人幹，也是事實。也就對於牛馬來說啊，你從政府這邊拿點補貼，那你在公司這邊就少了，你牛馬的這個整體收入並沒有提高。他後來面試30家公司，幾乎沒有哪家能保證雙休，單雙休，但不加班的也屈指可數。也就是在杭州上班啊，沒有雙休這一說。雖然工資有1萬，但是你就是說叫這個一般叫大小周嘛，對吧？這一周休1天，下一周休2天，大概是這就算是很好的了啊。麗麗才發现啊，她只有加班問題的前公司已經是個非常好的選擇，有雙休，有年終獎，5億五險一金按最高比例給繳。走了之後才發現外面這麼難找工作，可她已經回不去了。失業以後啊，麗麗一邊回想畢業那年市面上月薪4、5千的新媒體運營崗位都不要她，現在竟然比那會兒還艱難。一邊想到即將有1222萬比她更便宜的大學生進入就業市場和她競爭同樣的崗位，不禁感到絕望。不同的崗位人在不同的面上體驗到了電商環境變差的事實。對麗麗來說啊，是今年6月她面試直播招商的工作，發現一個抖音粉絲幾千萬的賬號坑位費高
高達幾十萬。商家想讓主播在直播间裡帶自家產品，就得付這個錢，哪怕最後產品沒賣出去多少，也要照付不誤。麗麗需要在這個前提下和商家談合作。我一遇到這種招商，我就頭疼，感覺良心上過不去。7月，麗麗決定離開杭州，試用期打折的底薪覆蓋不了她在杭州的生活成本，她把房子轉租搬到了浙江鄉下。這就是鳳凰網報道的啊，杭州網紅大撤退，下墜的電商，過剩的人。這個電商行業啊，現在正在進入波谷低谷期，電商從業人員工資啊大幅下降，而且崗位越来越少，因为很多网红、很多这個主播、很多这個電商公司都撤離了。為什麼要撤離？有的是不幹了，幹不下去，關門找別的機會去了；有的是搬到更便宜的地方，比如說杭州的鄉下啊，浙江其他地方小縣城，成本要低一點；有的甚至搬到什麼山東、黑龍江、東北去了，還有河北那地方人更便宜。但不管怎麼說啊，這個行業已經不賺錢，或者賺錢越來越難，那相應的啊，牛馬要麼就失業，要麼就降薪，對吧？3年前你幹個主播，在那賣貨，拿個2、3萬好像不累，現在你要拿2、3萬很難，付出的更多。所以這個行業啊，你看電商行業那算是這幾年也算是風口行業啊。這個電商直播啊，是這3、5年裡面普通人不能說逆天改命吧，是一個非常好的機遇，對吧？女的只要你長得還可以，你就當主播。有很多人啊以為這個主播很厲害，實際上帶貨主播就是背台詞啊，背習慣了，對吧？背熟練了，背順口了，閉着眼也能說。這個我知道啊，很多那個女主播啊都是，你看她賣貨，她有那個話術的，那話術都列好了，對吧？就照着背就完了。這個小學生背課文沒毛病啊，然後剩下的就是你靠演技啊，對吧？你越背越自然，越背越像是自己說的，你熟能生巧，那就這麼簡單啊！不要以為帶貨主播或者什麼頭部主播多厲害，那好多頭部主播都是初中畢業啊。所以說啊，直播電商、直播帶貨這個行業興起，就相當於一個商業的重新洗牌，對這個傳統商業和對那個以前的啊那個京東啊、阿里這種電商啊，也重新解構，也就是財富重新分配。崗位重新分配，有很多人抓住機會了，但是從去年開始，2024年開始就開始走下坡路，到今年這個電商行業的興衰啊，實際上和其他的行業沒有什麼區別，都是這麼個過程。剛開始是野蠻生產，然後如果你抓住機會，你恐怕就是成為這個第一個吃螃蟹的人，你可能就富了。但是如果你不及時撤退，你賺的錢恐怕又砸進去，最後是兩手空空，就這麼個故事啊。各行各業都差不多，在行業發展的頂峰時期，激流勇退，對吧？及時收手不幹的人是勝利的人啊，就像對吧，李超人，就像潘石屹，哎，不賺最後一個銅板，就這意思啊。但是很多人還要做大做強，對吧？上槓桿，接着幹，所有的賺的錢都放在庫存裡面，這樣越滾越大呀，滾雪球啊，那就是許老板、孫老板，還有萬達的王老板，最後對吧，一網打盡。杭州是年輕人啊願意去的地方，對吧？大學一畢業，很多人跑到杭州去打工，就是因為杭州的這個電商發達，這個數字經濟，對吧？直播，它能容納各式各樣的年輕人。你說你做主播需要你什麼專業啊？不需要的啊，對吧？只要你口齒稍微伶俐一點，只要你長得還可以，能上鏡，你就能做主播啊。好，你說你做不了主播，那行啊，你做視頻編輯啊，剪視頻，你做策劃，對吧？你選品這些啊，電商直播不挑專業，所以各式年輕人、大學生，對吧？都去，管你是學醫的還是學什麼寫代碼。但現在呢，年輕人都離開，因為電商這個行業萎縮了，工資下降，崗位減少。說到降薪啊，今天啊，醫院降薪又上了熱搜，大家看個視頻啊。懸着的心終於也是死了。看一下我的工資單，從7月份的3000到2000，到現在的1800，我不知道老闆的底線在哪，也有可能會更低，或許是1600、1500。我不知道他這樣耗着的意義是什麼，我也不知道我堅持的意義是什麼。有人說讓我就此放棄，可我幹了這麼久，我不知道我還會什麼呀。
我在前幾天做過一個節目，對吧？關於這個醫生降薪了，結果你看今天啊，醫生降薪就上了熱搜啊，上熱搜說明什麼？說明這個醫生降薪恐怕不是個別現象，已經成了一個普遍現象。他在那上熱搜啊，議論人多嘛，討論人多。關於醫生降薪這個原因，咱們不說了，以前節目已經介紹過了。我們只說這個現象，也就是說這個含義是不是要傳遍每一個人？前不久咱們說了教師，對吧？老師這個行業鐵飯碗已經，對吧？正在被打碎啊。後面就是醫生，你看醫生降薪，這是第二輪。我看很多醫生留言啊，說他們這是第二輪降薪，去年已經降了一輪了，今年在去年的基礎上再降一輪。當然了，这個降薪啊說法就比較多啊。這個醫生的收入有底薪，对吧？有績效，甚至在外界看來，醫生還有灰色收入，对吧？那這個降薪呢，實際上啊，灰色收入沒了，績效降了，底薪恐怕也要降，各行各業都一樣，對吧？你看電商直播搞個3年，火個3、5年，到了這個行業就不行了。醫生算是個常青樹、常青藤，這行業醫生也不行了。關於這個醫生降薪這個，我再插一下啊，日本在消失的30年裡面，他也經歷過醫生降薪。1992年到2002年這10年啊，由於遭遇經濟衰退後的醫保緊縮等因素，日本醫療事故如醫患矛盾案件暴漲，醫生群體出現大規模離職潮。這段時期被稱為醫療崩壞的10年，醫患關係極度惡化。什麼意思啊？那就是我們要做好心理準備啊，未來10年恐怕也要出現這個醫療崩壞，醫患關係極度惡化。你想醫生的工資，对吧？得不到保障，醫生工資收入低，他哪有積極性呢？对吧？他天天琢磨着要出去開晚夜車，下午，对吧？早點下班去，別耽誤他送外賣，那這個醫療事故肯定多啊，醫患關係極度惡化。好消息來了啊，也不全是壞消息，還是有好消息的。經濟觀察網報道啊，說據央視新聞、教育部消息，據統計，2026年全國普通高校畢業生規模預計1270萬人，同比增加48萬人。教育部部署各地高校開展2026屆高校畢業生就業擴容提質行動，圍繞推進促就業政策落實，加力穩崗拓崗，支持創業帶動就業，深化產教融合、供需適配，抓實重點群體，幫困兜底等方面持續發力。怎麼樣？又有1270萬牛馬，對吧？供各行各業選擇。今年的這個畢業的還沒消化掉，對吧？去年的都還沒消化掉呢，明年又有1270萬，恐怕有1半人啊要去考研考公，剩下還有600萬要進入就業市場，這不就在進一步加劇嗎？因為你的各行各業都在收縮，崗位在減少，但是你的這個畢業生在增加，那就接着捲，對吧？接着降薪，接着裁員，讓含義啊傳遍每個中國人，這個所言不虛啊。好，這期節目我們就聊到這裡，感謝大家收看。如果喜歡我的節目，歡迎訂閱轉發，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，謝謝大家。